想整一拉比奶白色、香到濃郁嘅魚湯，好多人都以為一定要花幾個鐘，用大火慢慢先可以煲到出效果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超實用嘅煮餸捷徑——水瓜豆腐龍魚湯。呢個方法係從前跟媽媽學返來，做法真係好實用，唔使耗費幾個鐘慢慢熬，只需要落一盒無糖豆莖，10零20分鐘就煲到一拿 B 質地，好似牛奶咁濃，入口滑溜溜，完全冇半點腥味嘅極品龍魚湯。整呢道湯用料好簡單，街市啲隨便都買到。我哋準備一條鮮魚，今日用嘅係草魚，平時我哋都叫鹹魚。如果唔中意淡水魚，又或者怕淡水魚有泥腥味，直接用海魚都得，好似紅衫魚、黃花魚效果一樣靚。另外準備一條水瓜，亦即絲瓜，一散板豆腐，再加幾片生蓉用嚟辟腥提鮮。最後就係成爐湯嘅靈魂材料，一盒大概500毫升嘅無糖豆莖，記住一定要揀無糖款，如果唔係煮出嚟嘅魚湯會變得甜溜溜唔好飲。首先處理水瓜，平時如果水瓜外皮好嫩，連皮一齊煮都得。瓜皮本身營養豐富，不過今日買呢條水瓜外皮有少少硬，所以用刨皮刀將成層外皮刨淨，刨好皮之後將水瓜切件。切嘅時候唔好切太厚，因為呢度係滾湯，煮嘅時間唔長，切太厚好難短時間內煮。能切到細細一嚿落滾湯入面，好快就會熟透變軟。跟住切幾片生薑留低，魚片可以有效去除魚肉嘅泥腥味。之後處理豆腐。我平時中意街市買嘅板豆腐，豆香味會濃好多。當然超級市場盒裝豆腐都得，揀質地實淨嗰款就得。太嫩嘅豆腐落湯好容易煮爛。將豆腐切細方塊，切好之後有個好重要細節，將豆腐落滾水入面焯一焯，用熱水燒過豆腐，唔單止可以走晒豆腐本身嘅鹹味，仲可以令豆腐質地變得餡實。一陣落魚湯滾煮就唔容易散開。跟住到處理魚肉最關鍵嘅辟腥步驟，呢一步直接決定你拿魚湯係鮮甜定係腥味重。買返來嘅牙魚一定要用刀反覆刮乾淨魚皮，走晒殘留魚粒。魚粒係腥味主要來源。跟住最重點就係清理魚肚，用刀將魚肚內層嗰層黑膜鐵底刮走，仲有脊骨位置殘留嘅深紅色血塊，一定要用清水沖洗到乾乾淨淨。呢層黑膜同暗紅血跡係成條魚最腥嘅地方。清理乾淨呢，兩樣你臘魚湯已經成功一半。清理妥當之後，用廚房紙將魚身表面水分徹底抹乾，跟住係魚面攤少少鹽同胡椒粉，均墾抹開，삶大概半個鐘。做除咗令魚肉提前入底味，仲可以靠鹽同胡椒帶走魚肉表面腥水。삶好之後一陣煎魚，魚肉會更加減實，唔容易爛。而家開始煎魚，將炒鑊燒熱，落適量油，等到油微微冒煙，就將삶好嘅魚落鑊。煎魚一定要記住魚皮貼鑊先煎乾落鑊，千祈唔好急住用行亂撥，好容易整爛魚皮。等佢滾油入面煎1-2分鐘，魚皮變硬定型，先至輕輕反轉另一面。呢度分享一個實用火候細節，如果屋企鑊唔夠大，千祈唔好一次過塞晒所有魚落去，一次放太多，鑊溫會瞬間降低，魚肉唔單止高溫煎唔香，仲會不停出水。最後黐鑊黐到實，所以鑊細嘅話，分2至3次少量分批煎香就得。魚兩面都要煎到金黃焦香。煎過嘅魚肉煲出嚟嘅湯先夠濃味。魚煎好之後，將所有魚肉倒返落鑊，擺幾片生薑，順住鑊邊淋少少料酒，隨住料酒蒸汽揮發，薑同魚嘅香氣會完全釋放出嚟。而跟住倒入嗰盒500毫升無糖豆莖，再加大概300毫升清水，開大火煲滾。同大家講一個魚湯黃金守則，無論邊款魚湯，由大火滾起開始計，煲煮時間千祈唔好超過45分鐘，熬太耐，魚湯入面最鮮嘅風味同營養物質反而會流失。今日我哋用豆鹹捷徑，所以大火滾起之後，淨係需要保持大火滾15分鐘。滾煮期間，你會見到豆莖同魚肉油脂經高溫快速乳化融合，成粒湯即刻變成好似牛奶咁純白濃郁。滾夠15分鐘，將剛才焯過水嘅豆腐同切好嘅水瓜一齊倒落滾湯入面，繼續用中大火滾15到20分鐘，滾到水瓜完全變軟，近乎通透，水瓜嘅清甜同豆腐豆香就會徹底融入龍魚湯。如果屋企有細路飲，驚魚骨散開嘅話，可以提前將魚放入專用煲湯袋先落鑊，煲完飲就好安全。最後臨出拿啤前落少少鹽同少許胡椒粉調味呢。
拿俾水瓜豆腐、鱸魚湯就完成，將湯舀入碗，奶白色湯底睇落超吸引，飲一啲有魚肉濃厚鮮味，又有豆汁嘅滑同水瓜嘅清甜，完全感受唔到半點泥腥味濃郁又清新嘅口感。天氣熱嘅時候飲一碗，成個人都舒服晒，好落胃，三餐四季。用簡單食材溫暖屋企人個胃。呢度好味又潤胃嘅水瓜豆腐、鱸魚湯。做法係咪好簡單？只要掌握刮走魚肚黑膜，用豆豉增加濃度，呢兩個行門屋企都可以輕易整出高水準魚湯。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哋頻道、點讚，仲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你最中意嘅魚湯煮法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期再見。